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，也是个非常难得的经验。因为平常好像都是只有我们这些大人们在教会当中，在礼拜堂当中一起敬拜，但今天却有一群孩子们跟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。让我们今天一起早上在不同的年龄层当中，我们都一起享受在与神亲密的关系，享受与神一起敬拜的关系当中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在今早的礼拜当中，在今早我们所敬拜的过程当中，真的与上帝有一个亲密而且是联合的关系。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再次领受从神属天来的恩典以及祝福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做求主充满我。我们也安静我们的内心。或许我们刚从外面来到教会，或许上一个时刻我们还在忙碌，还在烦恼一些事情，但求神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当我们再次分别为圣时间的时候，就求主充满我们，安静我们的内心，再次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来倾心吐意，也一起来敬拜赞美他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求主充满我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与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雅各书的4章8节，圣经如此记载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圣经。雅各书4章8节说：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神就亲近我们；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神就亲近我们。愿圣经当中所记载这样的话语，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。这时候，我邀请每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了自己祷告。为自己今天早上的预备心，为今天早上你所渴慕的一颗心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带着一颗渴慕，而且是愿意亲近他的心，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倾心吐意，向他献上我们全新的敬拜，求神再次的充满我们。邀请每位弟兄姐妹一起开口，为了今天早上你的预备的心、亲近的心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主，求你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当中，主，我们真的渴慕你，主，我们真的是渴慕亲近你。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来倾心吐意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再次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再一次的让我们来看见主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也不仅为了自己祷告，我们也为了还有许多空着的座位，为了这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求神帮助他们，让他来到教会的路上挪去一切的拦阻，让他们来到教会的路上一路是平安的。我们也为了这些空着的座位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为了他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挪去他们在来到教会当中的拦阻。主啊，让他们来到教会当中一路是平安的，祝福他们，让他们有一颗敞开愿意的心，来到教会当中，再次的亲近你，再次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领受你的恩典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感谢你，主，谢谢你。再次重来唱这首诗歌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
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耶稣，耶稣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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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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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为我冠冕。接着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为我们教会的牧者，为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，为我们的区长，为我们的小组长，为了我们的专职同工来祷告，求神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在每一次服事的时候，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从神而来的谋略，从神而来的力量，帮助他们在进行每一个事工的时候，都有神成为他们最大的帮助以及依靠。也为了我们教会的事工一起来祷告，特别最近有幸福小组的事工，也接近感恩节、圣诞节，有许许多多福音的事工要来进行。为了这些事情来祷告，也特别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孩子祷告。我们今天看到有许多的孩子跟我们一起敬拜，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大声的赞美神。为了我们教会的儿童的事工祷告，为了我们儿童的主日学的老师来祷告，求神帮助他们，帮助这群孩子在教会当中得着祝福，也得着成长。我们一起开口，为了这些事情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邀请每位弟兄姐妹，为了你所知道有需要的，你不管是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为他来祷告。或许此时他内心当中正遇到了一个困难，或许此时他内心正是软弱的时刻，但这时候正是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刻。如果你有知道有需要的人、需要关心的人，在这时候也一起为他来祷告，求神帮助他，求神的灵充满在他的里面，求神的恩典祝福也充满在他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起开口，为你所知道的人，为他所知道需要的人，为他来祷告。耶稣，耶稣。耶稣，耶稣，求你再一次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当中，求你来充满我们，用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涂抹洁净我们。特别当我们生命当中遇见困难、遇见软弱的时候，再一次刚强我们，使我们再一次可以扬声欢呼来赞美你，带着一颗喜乐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是可以挪动大山的神，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就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，一起来扬声赞美欢呼，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及献上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要请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也用这首诗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，大山为我挪开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。但是重担，当我
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相信大山会挪开，虽然道路崎岖，但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不害怕。我们再次从头来唱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你只牵着我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涌入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涌入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涌入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将我们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我要大声的宣告，神，你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是那位保护我们的神，是那位照顾我们的神，不仅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，也在我们每一个年幼的孩子身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引领我。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引领我。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他会保护我，脱离一切灾害。他会保护我，脚步坚定。他会保护我，时时刻刻保护我。我出我入，从现在到永远。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引领我。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引领我。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他会保护我，脱离一切灾
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是我们这位神是保护我们的耶和华。当我们向高山举目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他用笑脸帮助我们。这位爱我们的神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奇妙作为。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年纪，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地位，不论我们经历过什么，都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奇妙的计划，也有上帝特别的拣选。感谢上帝的拣选，让我们可以在今早一起聚集在礼拜堂当中，一起敬拜他。让我们在礼拜堂当中一起来用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，来歌颂他。而且每位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孩子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甚至也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透过动作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来唱这首诗歌。谢谢你拣选，谢谢上帝的拣选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一起服侍，一起歌唱，一起赞美他。野的花朵，伟大的披上彩衣，天上星星诉说黑夜的美丽。上帝造万物，充满爱的印记，爱我的天父，我渴慕赞美你。谢谢你拣选，成为荣耀居民，宁静世界里，我欣喜乐满溢，愿人起舞的手，是我赞美的乐器，我愿一生敬拜，如今向致敬。野的花朵，伟大的披上彩衣，天上星星诉说黑夜的美丽。上帝造万物，充满爱的印记，爱我的天父，我渴慕赞美你。谢谢你拣选，成为荣耀居民，宁静世界里，我欣喜乐满溢，愿燃起无比手，是我赞美的乐器，我愿一生敬拜，如心向致敬。谢谢你拣选。谢谢你拣选，成为荣耀居民，宁静世界里，我欣喜乐满溢，世间流血音符，向你倾心，我愿一生敬拜，如今向致敬。谢谢你拣选，成为荣耀居民，宁静世界里，我欣喜乐满溢，愿燃起无敌手，是我赞美的乐器，我愿一生敬拜，如今向致敬。我愿一生敬拜。
赞美我们的主，感谢你，这群可爱的小朋友用天使的歌声带我们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刻，就像天堂的敬拜。神啊，这些小朋友是你亲自恩膏的，在小时候就跟你建立了美好的关系。我们确信他们的成长，他们的学习，他们在教会里面的领受，必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，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借由主日学主日，小朋友、老师带我们一起敬拜你，让我们更领受在你面前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的意义。主啊，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荣耀归给你，有一个天堂的敬拜，一个荣耀的敬拜。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，同声开口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